戲拍得非常之好啦，好真實啦，但係而家心情好沉重咯，因為套戲講嘅題材係真係好 sad 嘅。特別震撼，特別感人，我覺得日本人民也應該反思。導演嘅手法亦都做得好好，咁我十分佩服。我覺得陸傳拍得非常之好睇，好大膽。人哋睇完呢部戲咧，係應該係發多啲 love 出嚟嘅。很偉大的一部作品，是我見過的最偉大的中國電影。如果想喊嘅就值得要睇，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要睇嘅戲啦。睇完南京之後咧，就會知道中國嘅歷史係點。